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8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电市议会18号进行2006正在现款运用进行专案报告。担任主席的议员蔡玉辉伫教育局报告进前，先伫主席台做有关现款用伫校舍中间的说明，引起议员同批评不满，双方争吵几啊分钟才结束。电市议会上午进行正在现款运用进行专案报告，由社会局、公务局等单位一一进行报告。伫教育局报告进前，担任会议主席的议员蔡玉辉抢先针对现款用伫校园修复中间的部分提出质询。教育局这次发文教育部申请善款，教育部4月要核准下来的经费。总共18297万3000元，敢若3间有交这届24间善款有关联。我们请教育局明确来说明，为什么提出善款申请的原因。不过，这种行为却引起议员同批质疑，以主席的身份并无适合提出质询，所以双方是争吵不煞。连议员王家之也加入证据。规定当中，主席佮要求警卫将同批请出去议事厅。上纪律委员会主席。现场激烈的吵闹，也互来旁听的安亲班小朋友看在眼内。而最后是改换议员洪玉凤上台担任主席，才平息这场风波。但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卫管大楼住户日前写予市长的陈情批指出，伫2006正在进行现款增加计划当中，并无看到有任何一项甲原地中间有关系。因此，议员林义正希望市府发挥同理心，将计划再做修正。伫地动过后，卫管大楼部分住户有意愿进行原地重建，但目前却需要一笔周转金，才有办法继续重建的工作。对此，议员林义正指出，现在伫现款的运用项目当中，并无将周转金列伫内面，希望市府发挥同理心，进一步做修正。要办理原地更新重建，需要有专业者来进行辅导受灾户成立更新会。协助受灾户撰写更新事业计划、建价权利变换计划、建筑规划设计等等，这些项目包括重建过程所需要的周转金，市政府在这个部分有没有考量到？如果有考量到的话，为什么在我们整个的善款里头，并没有看到任何的一项的项目是匡列这个所谓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重建过程所需要的周转金？另外，针对这议员对着现款用伫校园修复甲中间提出质疑甲反对，议员林义正认为校园也是受灾的对象，所以运用现款进行补助相当合理。但同时也建议市府行文清晰中央解说民间捐款使用的合法性。政府的统筹处理的民间捐款，应提供与灾民救助直接有关之事项，不得挪为其他行政事务或业余之费用。所以，既然社会各界有无同款的声音，我想市政府嘛要互咱的用咱的善款来用学校，这个代志要有一个正当性。本席建议市政府正式函请灾害防救法跟劝募管理条例的主管机关来解释清楚。如果中央的解释是 OK 的，我想大家就是
很有正当性。但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地当存款的运用到达争议不断，这议员质疑市府无以受灾户的家园中间为优先，所甲16亿存款用伫校舍中间，违背了捐款人原本的诚意，互因无法度认同。针对16亿地当存款就用伫校园建筑的中间甲修复，议员才谅解批评。当初时捐款人都无指定要用伫学校的灾后修复，但现在市府竟然表示陆续咧询问捐款人，是毋是有意愿将捐款用伫校园中间。这款的讲法，互议员非常无法度接受。这捐款人有几个人讲主张这钱要教育局的？无呢。庙校的无呢，准有也未超过3000万。老局长，你甲我讲，有啊，阮即马有咧问啊，问因拢无意见，随在市政府用。事后来问，我甲你讲，我所有捐钱的人，无一个安尼讲的，嘛无一个接到你的电话，包括本息，你嘛无甲我问，有同意用到教育局无？毋是，我是讲有的捐款人当初捐款的时阵有安。当初捐款的一丝啦。恁即马有搁开始咧补问一寡较大条的啦，差不多要甲豆豆讲有16亿，是同意去做学校的啦，唔好用安尼啦。今仔日要去学校，我支持16亿尔嘛。而且市长干那地价税、房管税，明年一年就加要到30亿啊！这钱摕来去学校，村的啊拢搁甲起好到，足足有余，搁有村的啊。议员才谅解强调，超过40亿的地当存款原本是捐款人要用来帮助灾后重建，但为咗祝福到达拢也未恢复原本的生活。现在其中的16亿，搁要用伫校园中间，互伊无法度认同。感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实验教育学校互相联合，将3间位伫无同所在的特色小校结合做伙。包括7个光复国小、新华口鼻国小、甲林德虎山国小，由市长亲自参加甲拜典礼，见证台南市特色小校的成立定位。连这个光复国小的前又个具有高度专业的正国生之下，包括7个光复国小、新华口皮国小、甲虎山国小这3间台南市实验教育学校联合特色小校的典礼正式揭开。面对未来少子化的挑战，偏向小学校就是要以在地特色，才会当经营了精彩。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肯定，它不仅仅颠覆了传统的教育的方法，它也颠覆了城乡差距的这个刻板的这个印象。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这样讲，孩子在这里面的教学，包括我们光复国小是用这个海洋文化啊，海洋文化艺文美学。我们看这个虎山国小，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的这个学校啊，生态的学校。口鼻国小也是一样，用山林啊，用山林。新化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大木匠，西拉雅族的名称叫大木匠。大木匠的意思，在西拉雅族的意思呢，就是山林的意思啊，所以它也是用山的这个山林的特色，然后重视西拉雅的文化，作为学校发展的这个实验的方向。我觉得这些都是市区所没有办法比拟的。现场也展出侪侪静态作品，有记录7个严残的纹理，有运用在地天然材料所做出来创作品，也有亲自动手做。社区妈妈、阿嬷甲小朋友明仔对包鸭开始，简单制作红菇粿，就是安尼人亲土亲的感情，佮加上3间学校共同合作的资源交流，互这寡特色小校未来有较侪可能性甲发展性。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原本是人工种喙齿，也就是医学美容，会用来修补空喙的分离血液技术。不过是脑病院医师杨荣武所创新研究，针对口腔眼睛病变的患者来进行心中因子的治疗，除了减少痛痛、无费用的负担，嘛顺利刊登伫国际期刊，受到学术界高度的肯定。
因为看到喙内良性肿瘤甲早期癌症病变的患者伫切除以后，传统拢是以大腿皮或者是人工皮来修补，不只会造成白铁感染甲加一处的痛痛，而且一摆至少5-6万块的开销，对着患者来讲拢是真大负担。看伫患者需要，心脑病医师尤英武到底创新研究。以5.5公分大小空厝来讲，只需要抽病人60毛的血，透过这台特殊的离心机来分离血液，会当取得参像果冻同款的高浓度成长因子来修补空喙。杨医师表示，这档月来已经有30几位病患顺利得到医治。因为我们生长因子其实已经用了好几10年了。那这个是最后改良的，就是浓度非常的高，比传统的生长因子要高10倍的浓度，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萃取病人的血液，他只要抽血，我们大概就是抽60到80 cc 左右的血，那其实对病人来说，那血液不算很多，抽完之后，我们经过12分钟的离心呢，就可以把它分层，我们只萃取里面高浓度的生长因子的这个部分，来把它压制成这种膜状，类似我们的皮瓣。这样子给它贴到它的伤口上，再固定起来，这样子我们发现经过3个礼拜之后，它一样上皮化非常的完整，而且颜色非常的漂亮。如果一般是用我们自己的大腿皮的话，因为大腿都比较白，色差会差很大，不好看。虽然在口腔里别人也看不到，可是还是会有影响，它的质感、粗糙度都差很多。那用这个高浓度生长因子就没有这些问题，而且病人也可以节省下很大的一个费用，不用去开销这么大。而且我们医院做这个其实并没有在收费，因为我们做口腔癌很多就是也是能够感受病人的一个处境这样子。该创新研究的成果嘛，得到口腔医学领域世界学术影响系数排名第2的国际期刊接受发表。医生表示，100年来无改变过口腔癌疗法，为了突破，将是国际认同的关键。我们这个领域大概有89家医学期刊。他们是目前在学术的影响是排名第2名的一个最具指标性的美国口腔颌面外科学会的他们主导的一个期刊就等于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圣殿了所有这个领域的医师都会看这个期刊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接受，我其实蛮 surprised 的那当然为什么会被接受我当然相信就是说创新，而且它真的非常的实用，它不是说噱头，它是实用的、可行的。会中心脑病院长蔡江钦嘛专程出席记者会，相当肯定，并且强调心脑就是以病人需求做优先，将全力支持医生的改革疗法。等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台南女中共同合作，推出以台湾流行音乐为主题的迷你剧场教育活动，用 MV、音乐演奏、剧场表演等多变化的方式，互民众了解台湾过去的音乐历史。古早味越野唱歌曲，佮加上皮影戏的表演方式，互人那亲像是倒来到早前台湾1930年代迄款传统气氛。跃动的光阴，台湾音乐印象，这部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台南女中共同合作所推出的迷你剧，结合了现场台南女中音乐班的学生精彩表演，这寡学生佮用尽卡斯。
摄影制作 MV， 将古早的元素加入因的青春活力。台湾历史博物馆，我们希望每一个到馆来的观众，都因为演戏剧的方式，然后更深入的、更亲切的去体会到台湾历史就在他们的生命里头，跟他们的生活可以对话。那我们很高兴借着迷你剧场的这种方式，用戏剧的方式，让民众更贴近台湾历史。那台湾音乐的印象，我们特别高兴。跟我们很优秀的台南女中的音乐班的同学，在郑校长的协助底下，还有老师的协助底下，我们来让男女中的同学来协助我们拍了一部 MV， 让这个迷你剧场，我们可以有各位看到的光影戏的一个他的演出，还有演员跟现场跟观众的互动，来引发观众兴趣，然后3段的MV 男女中的同学，他们演出青春岭啊等等，他们的创意、他们的细胞跟他们的青春的甚至音乐的专业，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我们都非常的惊艳。会当有这款的机会，伫咧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演出呈现作品，对台南女中学生来讲是相当特别的学习经验。学生借由我们历史博物馆的资源，我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先要做曲式分析，去研究历史背景，然后我们做曲子的一个改编，然后我们还要做曲子的演绎，然后学生去把它编写剧本，然后我们还要制作服装，我们安排场景。那刚好历史博物馆也有专业的导演老师还有戏剧老师带领同学，足足花了2个月的时间，每一个曲子拍了2分半的一个 MV， 全部有8分多钟，这个是学生很难得的一次学习的体验。这出新的迷你剧长度大约40分钟，将会伫8月20号开始到9月4号，但周末假期演出，免费入场参观。平常时也欢迎学校团体会当预约报名参加。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经过6礼拜的夏令营，76位台南市原住民的学生上午正式结业，同时组织伫和兴国小联合发表学习成果。会中透过动态的歌舞、甲戏剧以及静态的绘本，原住民手工艺等创作，充分展现台湾族群的文化体验，成果丰富。这群有原住民身份的高中生学生，透过暑假期间6礼拜4日，对身躯顶的服装开始认识，一直到传统的歌舞、戏剧等等，来亲自体验家己族群的文化，同时嘛了解其他的族群。在8号上午，伫演康和兴国小的成果发表会中，开始使人印象深刻。当年除了动态表演，也安排专属于原住民风味的族语绘本，和大家共同来创作留念。加上部落生活当中用得到的各种装饰品加器具，嘛拢一一融入夏令营的教学。教育局表示，今年类似的夏令营已经办第5档，得希望传承接近。其实我们这个原民小子的系列活动算是台南市的一个特色哈。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原乡，我们的原住民的孩子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每一年的暑假有一个6周的6个礼拜的这样的课程，让孩子浸润在他们的族语的学习、他们的文化艺术，还有各样的体验活动。那每一年呢，我们也都会安排有大概3天的时间，到真正的原乡部落去做文化体验。那所以就是会看到孩子们是很认真的，从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到国小，有的已经参加连续第5年都来参加了。然后我们看到族语老师那么的用心，其实真的是在这个活动上面，我们看到就是扎根跟传承。
他们很希望是把自己的这个族群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语言能够扎根往下扎根，然后把这个他们的原民智慧原民之美能够传承下去。在轻松趣味的课程当中，还是接触台湾族群的文化，嘛成为一年一度原住民学生上届期待假期。但新闻馆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因为联动创世基金会在地安养的理念，麻豆新农林李明恩面对今年产量减买5成的困境，伊愿连续第2档提供120盒的文旦来协助医卖，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号召社会大众做伙投入公益，帮助植物人安养。东方幼稚园的小朋友看见文旦包包，并且大跳摇怪舞，趣味的模样一开场就吸引众人眼光。不过，因主要嘛是要为创世基金会文旦义卖来鼓吹大家。根据了解，今年麻豆文旦受风灾甲河河影响，当地产量减买5成。不过，回乡打拼耕作的少年人李明恩，在去年首次关文旦予创世以后，今年又原小听120克5斤的文旦，市价超过5万块，相当甘心。因为现在那个像我们电子发票、奖金，他们都已经都有1000万了嘛，所以听他们也在讲说，创世他们也在讲说哦，经费锐减，对他们的经费都非常的变得少了2-3成吧。哎呀，我去年跟他们合作，觉得说，也是因为妈妈他们的支持。妈妈他们在我们安东社区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义工，每个礼拜都去煮饭给一些独居老人，还有65岁的老人，我们小朋友就看在眼里嘛，对啊，想说可以尽一点点的小的力量，帮助一些社会大众还是更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根据统计，创世平均照顾一位植物人，每个月大概开4万到6万不等，加上开拓新的院所，加发票收入减买4成，所以透过文旦义卖方式，嘛是协助因真好的管道。基金会今年的中秋节跟去年一样，我们跟我们的台南在地的新农人气球宴，那这个气球宴是一个非常有为的年轻人。那他们知道创世基金会常年服务植物人需要很大的帮忙，今年同样捐出120箱5公斤的柚子，那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善事能够响应我们这次中秋节的柚子的义卖活动。那希望我们那个这些企业经营也好，然后福委会也好，就是只要需要送礼或自用，都可以来跟我们订购。那创世基金会的服务会持续的下去。会中为了鼓舞民众中秋文旦礼会当向创世购买做公益，同时嘛等于是支持台南的新农林，所贵宾拢做伙站出来赞赏，场面温馨热烈。但新闻馆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伫全台成立365个爱心填糞站，连市东区的填糞站成立到今已经有13档，服务过真侪长辈。18号举办感恩大会，要来感谢爱心单位长期以来的付出。华山基金会台南东区爱心填糞站为民国92年成立，服务超过200多位长者。为了感念社会大众的斗相共，18号这天，伫大福利活动中心举办感恩大会，感谢成功人寿以及爱心单位多年来斗相共。东区大家长吴明熙也到场致意，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对长辈照顾。不管是这个电话的访问问安还是讲陪同咱去就医等等还是讲做了真济咱一般单位无法度做到的咱华山基金会会使讲每一档伫咱的各个角落，咱的国里拢有看到所以真正咱华山基金会只要办活动我以第5区长的身份一定逐场拢有到咱的活动将有意义。成立13档的台南东区爱心填糞站，照顾失智、失能、失医的长辈，提供关怀、陪同就医等服务。期待会当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号召更加侪爱心的志工加入因的行列。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替我们这些长辈举办我们每年都会举办的感恩茶会。
那其实我们在服务老人的同时，也很欠缺我们的义工，因为今天其实来这里是希望能够跟里民还有社会大众，一方面让大家知道我们华山都在照顾这些弱势长辈，一方面希望大家可以发挥爱心，那自动的来帮助这些长辈。社会上有真侪角落需要你我的关心，华山基金会欢迎大家拨卡爱心专线06-336-9821，加入义工的行列，做伙关心老宝贝。电力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西分地站准雨，也就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然后记录三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8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